完全係雞，想繼續瞓覺。大家好，我係思思。喺呢個年代，基本上捱夜係十分之普遍，同埋係每一個人嘅生理作息。好多研究指出，捱夜係更加容易令人哋負面同埋有呢個情緒嘅問題。如果係咁，早起係咪真係有幫助嘅呢？早起係咪真係可以改變一個人嘅情緒、思想，令到人更加正面呢？成功人士每日早起自律嘅感覺到底係點嘅呢？所以我會一連7日5點鐘起身，俾大家睇下5點鐘起身到底會有咩變化。Peace out, Egg Town。10點34分，準備瞓覺。我哋5點鐘見，早唞。早晨5點09分。第一日5點鐘起身嗰一下真係好攰，好想瞓返覺，唔想起身嘅感覺。原來5點鐘個天係光嘅，因為唔習慣早起身，所以成個人咧都暈我咁。我刷牙洗咗個面之後就精神返少少，而早上係最適合閱讀嘅時間，所以我就決定攞嚟睇一睇書，睇下會有咩感覺。但係估唔到呢個決定令我7日後覺得，原來我呢20年嚟我都好後悔。可能因為太早起身，所以我就不斷咁打喊路，就唔可以好好咁集中。我知道咁樣嘅狀態睇書咧係唔會吸收到書嘅內容，所以我就決定咗去做一個晨運，去激活我嘅身體。啱啱睇書睇到好眼瞓，所以就決定去試下游水，睇下可唔可以啟動下個身體精神啲。第一日。朝早游水有好多好處，可以提高新陳代謝，改善心情，為一日嘅開始注入能量。但係如無意外就出咗意外啦！游完水發現冇帶褲換，果然第一日5點鐘起身，神志係有啲不清嘅。而家時間都只係朝頭早嘅10點幾，覺得一日都只係啱啱開始，有好多時間可以用。晏晝就去咗拍嘢，但係去到3點幾4點咧，我就發覺身體其實已經覺得好攰啦，而大腦都開始會想停運嘅感覺。瞓醒到而家已經差唔多12個鐘啦，可能呢個就係身體工作咗12個鐘嘅感覺，就係咁咯。夜晚10點37分，原來一去到晏晝咧開始咧，就真係個身體會好攰咯。我嗰陣係搭緊車都會想瞌着，可能係因為第一日咁早起身嘅關係咯，未習慣。好，我哋就之後再即管睇下點。第二日瞓醒，完全係雞，想繼續瞓覺，我想繼續瞓覺，要沉澱一下，緩衝一下。第二日瞓醒都仲係好攰，情況都係冇改變，好想繼續瞓返覺嘅。沉澱咗20分鐘之後就終於起身啦，起身都真係好攰嘅，超級想賴床。咁啊整咗個早餐之後咧，就諗住繼續嘗試下朝頭早讀書，試下培養一個習慣。雖然同樣都係會打喊路，唔係好集中到，但係最尾我都堅持咗1個鐘左右。之後就去做咗個 gym， 食咗個晏。一樣去到4、5點都係會好眼瞓，不過最尾都堅持落嚟。返屋企嘅路上呢，滿都係睡意。同樣地10點半我就瞓覺啦。好，我都差唔多瞓覺，大家聽日起身睇下會係一個咩狀態。第三日起身都係冇太大嘅分別，仲要今日落雨，十分之好瞓。但我都係要起身沉澱一下，我就會起身。5點20分44， 5點鐘個天已經係光㗎啦。5點鐘就已經有人晨運緊啦。其實明佢哋晨運嗰種感覺係點，就真係早早起身可以精神一下。早晨。第3日5點鐘起身都係攰嘅，都係會有少少想賴床嘅感覺。咁啊，梳洗完同樣睇咗1個鐘頭嘅書，之後咧就決定咗去游水。尋日試過係做個 gym 咧，其實都會醒神，但我覺得游水個人咧係會更加精神，會滿足啲咯。游水好，第3日朝頭早第2次游水 ，Let's go。
游完水食埋個早餐係一日好嘅開始。今日要去睇牙同埋拍嘢，所以晏晝嘅時間都會好充實。而因為今晚約咗朋友打波，所以夜晚好遲先返屋企。亦都係咁，我發現咗5點鐘起身嘅另一個問題，時間分配問題。因為5點鐘要起身，變相9點幾已經要返到屋企，先趕得切10點半瞓覺，好難仲同朋友出街出到好夜，食飯食到好夜。因為夜瞓早起會影響朝早嘅精神表現，可能咁樣就係早起嘅壞處，多咗自己時間，相反少咗同朋友嘅時間。不過我覺得正常生活作息都應該會夜啲瞓，要需要早啲起身咯，即係可能都要瞓得少啲，所以而家就體驗緊會瞓得少啲嘅生活係個咩感覺，希望早起身到。瞓覺啦，聽朝見，拜。5點20分，今日係第4朝，起身唔算話好攰咯，都起到身。雖然琴日12點瞓，咁起身睇下啦。連續4日5點鐘起身，開始有少少覺得習慣咗嘅感覺。雖然都攰，但係冇咁攰嘅感覺。繼續朝頭早睇咗陣書，然後去飲咗個早茶。因為有 NBA 決賽睇，所以成個上晝都喺度睇緊 NBA。然後就去做咗個 gym。可能因為琴晚太夜瞓嘅關係，食完晏晝之後呢，就覺得身體係好攰嘅。咁沖咗個凍水涼，咁我都頂得住嘅。又係去拍嘢嘅一日，拍完食埋嘢，差唔多10點幾先返屋企。返到屋企梳洗完都11點幾，沖完涼又遲咗瞓嘅啦。即係本身如果我要瞓得夠咧，可能係7個鐘左右咧，就10點至10點半瞓咯。而家係會有少少攰嘅狀態，太耐冇瞓咯。即係朝頭早起身去到而家都冇瞓覺。準備瞓覺，第4日，聽日瞓醒就係第5日。第5日。第5日起身眼瞓想瞓返嘅感覺就更加少咗，更加習慣咗呢一個模式。今日係星期六，唔使拍嘢，照舊睇咗陣書之後我就瘋狂做嘢啦。而今日係 rest day，所以冇去做 gym， 食咗個好好食嘅手撕雞飯，睇咗套電影，返屋企又係瘋狂剪片打稿，嘰哩咕嚕。今日就係咁樣過咗啦。第5晚準備瞓覺，早唞。第6日起身咯，冇咗賴床嘅意欲，好快就提起到精神。連續起身咗6日睇書，覺得咧而家係可以有效咁集中到，更加可以將書嘅內容記到入大腦。而家第6日，你朝頭早7點零游一游水，呢5、6日嘅感覺咧，我會覺得有少少中意咗游水咯。同埋今日係有太陽嘅，個天勁靚啦，可以曬下太陽，真係游水啦 ，Let's go！因為今日係星期日，再加埋陽光普照，所以我決定咗去沙灘度做下嘢，感受下陽光與海灘。因為呢幾日呢，我有安排到行程啦，有睇書同埋做運動啦，咁就可以跟住定好咗嘅行程去做呢，非常之有生產力嘅，有一個好明確安排咗嘅目標。咁所以就我可以好將我嘅注意力呢，都放晒喺嗰啲目標上邊，好有一種安全感同埋可靠感，我可以跟住去做嘅感覺。所以相對地，我做任何事呢，我都會放慢咗落嚟嘅一種感覺咯，感受到更加多我同做緊嗰樣嘢嘅聯繫咯，即係我可以更加係細味嗰樣事，做嗰樣事咯，即係一種好平和、好舒服嘅感覺。而家9點20分，多謝大家睇到嚟呢度啊！過咗6日啦，哇，真係好精彩啊！呢6日最後一晚啦，好唔捨得5點鐘啊，好唔捨得5點鐘起身啊！早唞啊，咁多位，拜。早，哇！最後一日啦，好熱。最後一日起身咯，唔知係習慣咗定係太興奮，個人一起身就即刻好有精神。哇！好靚嘅日出啊！終於完成晒成個5點鐘挑戰，好嘢！經歷咗成個5點鐘起身嘅挑戰呢，我嘅感受係好深刻嘅。因為平時除咗返學或者一啲特別嘅日子呢，都唔會咁早起身，而家要挑戰更加早嘅起身。一開始嘅過程呢係有啲難受嘅，起咗身呢係會想瞓返去啦，會想賴床，成日都冇乜精神嘅。而堅持到3、4日開始呢，慢慢開始有變化。當中嘅變化呢，唔係即刻有回饋，即刻感覺到，而係不知不覺間一啲啲咁樣適應咗。直至我真係覺得有唔同嗰陣呢，其實我發現咗原來已經係相當大嘅改變。5點起身之前，我個人駝背、體質差、冇精神、冇自信、冇紀律、冇女朋友、冇錢、冇方向、冇人生意義。但係我5點起身之後，體格強壯咗，精神好咗，自律咗，有返自信，大隻咗，高咗，靚仔咗，型咗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
每個人都有唔同適合自己嘅生理作息，亦都各有利弊。唔一定5點鐘起身，但係可以嘗試一種作息係最適合你自己嘅。因為嘗試已經係踏出改變嘅第一步，成為更加好自己嘅第一步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成為更加好嘅自己方向出發，按住自己嘅節奏，努力上進成長。好中意呢種感覺咯，慢落嚟嘅感覺，同埋每次就做一樣嘢嘅感覺咯，真係幾好。好多謝大家，大家都要為自己嘅人生奮鬥，好好體驗。我哋會陪住大家一齊成長㗎。米奇老師。People is coming.